恒指弱勢震盪，下週點睇？騰訊、阿里、英偉達和特斯拉呢啲熱門股嘅最新操作策略。我哋先睇下香港恒生指數喺今週嘅表現情況。我哋喺9月嘅18號提示呢個位置喺一個九轉嘅轉勢位之後呢，咁股價由升轉跌啊，特別係今週呢處一個弱勢嘅震盪箱體啊，所以下週要選一個方向，到底係向上突破定係向下跌穿。咁仲有我哋嘅美股嘅納指同樣，美股納指喺今週呢已經高位回落，連調3天啊。咁呢個位置係一個短期調整定係一個中期見頂信號呢？所以呢啲問題我哋喺今期節目都會作深入講解。咁我哋再跟大家做一個課程通知，我哋9月份嘅頂底巔峰交易技術嘅第4講，亦即係最後一講，我哋講嘅係底部拉升嘅選股嘅步驟啊。咁呢個咧係喺聽晚9月嘅27號周六晚嘅7點我哋有呢個直播拉。時間咧係從之前嘅8點提前1個小時到7點，因為內容比較多所以我哋咧要提前1個小時喺7點鐘正式開始所以大家咧要安排好呢個時間。咁我哋今期節目嘅呢個直播我哋睇下佢嘅重點內容，我哋會講到一個係長線嘅價值選股模型第二咧就係主力大單選股模型，呢兩個模型嘅融合應用，仲有呢個選股嘅步驟嘅實操演示所以內容比較重要咁大家如果對選股方面感興趣咧，可以喺評論區回復嘅99。咁我哋今次直播咧呢個非會員只需要9.9美金就可以參加，咁會員咧係免費嘅。咁嚟睇下，比如呢個英偉達我哋講到呢個長線價值投資係咪？咁如何操作咧？比如睇呢個股票英偉達從15年到依家25年，啱好係10年嘅時間，10年嘅時間升咗接近600倍。所以你想下，如果你能夠揾到好似英偉達呢個股票係咪揸10年升600倍，咁你嘅收益係非常之驚人嘅。咁關鍵就係如何能夠去選到呢個股票，其次咧就係如何能夠喺低位去提前買入，特別係當佢股價升到比較高嘅時候咁我哋如何能夠喺佢回調嘅低位去再次逢低買入。所以呢啲長線價值股嘅投資策略應該如何去操作？呢個我相信咧比較多人感興趣嘅感興趣咧一定要參加我哋聽晚嘅直播。再比如我哋嘅港股，仲有呢個萬國黃金同樣從23年到依家25年2年幾嘅時間已經升咗幾多？34倍非常驚人係咪？咁呢個票一直係升嘅，呢個月線圖基本上一直升咁調整嘅時間好短調一下又繼續繼續升啦。所以如何能夠去做長線價值投資咧？呢個咧就係聽晚嘅直播拉咧作深入講解。咁大家如果係第一次睇片嘅，可以先訂閱我哋 YouTube 呢個 channel， 撳埋呢個鈴鐘之後我哋會喺每周嘅周五晚咧有呢個影片嘅更新。我哋先睇下我哋最近呢個期指佢走勢，特別今周係非常之震盪嘅，所以如果你稍微踏錯節奏，好容易輸雙向。比如高位係咪你睇到佢好似要升啦，你買入去做開好倉，一下嚟一買去就跌啦你好倉輸咗。咁跌到低位你又想去做淡倉一買入佢又升啦淡倉你又輸，可能會做雙向好淡你就輸。變睇到呢個位置，我哋都知道成交量體現嘅咩係買賣雙方嘅交易係咪？既有買又有沽。咁譬如呢個位置急劇放量，到底邊個買係邊個沽呢？好明顯呢個位置就散戶去追高買入，所以散戶入咗之後即刻就股價即刻跌啦就睇呢個位置同樣咁呢度橫咗之後，成交量又突然間放大，證明有好多散戶又去抄底啦。一抄完之後股價又回落咁到咗低位啦你去做淡倉係咪？
啊，去咗淡，一做淡又反彈啊，然之後咧呢度跌下嚟又開淡倉，一開淡咧又反彈啊，到高位呢個位置啊，你去咩啊？開好倉啊，睇到升好似啦，去突破呢個前高啦，係咪？開好倉一開又回調啊，咁到咗呢個位置啊，突破前高啦，一開好倉又回調啊，呢個位置同樣一追入又回調，所以呢段時間啊，如果你冇一個非常之好嘅應對策略啊，你會輸到好慘啊！特別係輸咩啊？輸雙向，開好倉就跌啦，開淡倉又升啦，啊開好倉又跌啦，係咪？開淡倉又升，所以雙向都輸雙向，而且咧佢個波幅啊基本上都有咩啊200-300點嘅，所以你輸得比較慘啊！如果你去追升沽低嘅話，咁喺呢種情況下，我哋應該如何應對咧？第一個就係啊，你可以咩啊？少操作啊，或者唔好操作。第二就係你能夠踏準節奏啊。咁我哋先睇下，我哋喺9月16號，我就提示咗9月嘅18號就係一個重要嘅變盤點啊。9月18號就係呢個位置，我哋喺咩啊？喺9月16號喺呢個位置就提示啦。我哋話到啊，呢日就係變盤點，果不其股價就係從呢個位置咩由升轉跌嘅啊。然之後我哋喺9月嘅18號變盤嗰日，我哋就已經提示咩啊？資金流出啦，我哋要叫大家開淡倉，並且睇咗佢嘅目標位啊。咁直接就係從我哋呢個位置開咗淡倉之後，股價急速回落嘅，亦打到咗第3目標啊。咁喺9月嘅18號咧，我哋亦提示大家嗱，即係作減持，但咧要保留咩啊？一張淡倉，並不是全部沽晒，因為佢當時資金仲係流出嘅啊。咁喺9月嘅24號，我哋提示恒指60分資金流入，開期指嘅淡倉留一張，再開一張科指或者國指嘅好倉去對沖啊。所以呢個只係對沖，唔係咩啊？唔係睇升啊。因為佢日線資金仲流出，所以我哋提示大家去做咩啊？做一個對沖，俾睇到啊！我哋喺9月18號喺最高位呢個附近開咗淡開嚟之後，之後再咗減倉係咪？但係仲留一張。咁喺9月嘅24號咧，資金流入啊，可能要反彈，所以呢度開咗咩啊？一個科指或者國指嘅好倉去對沖，咁又係咩啊？反彈咗2天嘅啊，所以我哋整個節奏踏得非常之準，係咪？啊咁喺到高位可以沽咗佢啊，或者咧後面跌下嚟跌穿呢個止蝕位，你嚟止蝕。我哋嘅目的啊係為咗咩啊？賺呢個淡倉能夠食盡大浪啊，因為我哋嘅成本非常之低，係咪？你喺呢個最高位開嘅淡倉啊，咁你如果能夠從呢個高位揸到呢個位置，差唔多成千幾點啦啊，所以你做投資一定要有一個咩啊？非常之明確嘅目標啊，咁樣你先能夠去咩啊？踏準節奏啊，並且你嘅策略非常之咩啊？能夠應對呢個市場一個節奏，咁樣咧你就唔會追升沽低啦。所以整個今周我哋只係做咗一次啊，9月24號，即係叫大家開咗張呢個淡倉去對沖啊。咁果不其然咧，我哋整個一周嘅行情都係咩啊？處一個雙體喺度震盪啊。所以如果你睇到好似要升啦，你就追入去，一追入去就咩啊？就跌咗啦啊。好似呢個位置一跌，你再開淡倉，一淡倉又反彈啦，所以可能追升沽低啊。咁我哋嘅策略係咩啊？依家走過，你再嚟重溫，我哋嘅策略係咩啊？係最穩妥、最 OK 嘅，係咪？而且不能夠把呢個淡倉能夠揸得住啊，食盡大浪啊。所以做投資一定要有豐富嘅投資嘅知識和方法，有高效嘅投資嘅工具，良好嘅投資心態，三者結合先能夠成為真正嘅股市嘅贏家啊。咁如果你想去食肉嘅，唔想去幫人哋埋單嘅，喺評論區俾個88啊。咁我哋只需要88美金，你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期指日陣咧，體驗1個月嘅時間啊。非會員可以體驗1個月嘅時間，88美金啊。我哋先睇下港股下周嘅操作嘅思路。咁我哋喺上一周嘅呢個影片9月嘅19號，我已經提示咗咩啊？我哋嘅恒指有個陰陽異動位啊，
如果未有睇過呢條片，去睇翻啊，上週9月19號嘅啊。咁我哋講到呢個位置啊，上週五呢支竹出咗支異動位，我哋講到啊，異動位出咗之後，啊咩叫異動位啫？一陰一陽，一陰一陽，一陰，咁呢支竹收陰打破平衡，所以叫異動啊。異動嘅高位突破就會繼續升，低位跌穿就咩啊？就會繼續跌啊。咁我哋回顧下依家今週嘅走勢，我哋睇下係跌穿啦，定係升穿啦？好明顯咩啊？週一開始就收咗支陰燭啊，呢隻係週一嘅，係咪跌穿咗啊？跌穿之後係咪震盪下跌調整啊？咁即使喺週三有一支日陽燭有個反抽係咪？但係週四咧最高位啱啱掂到呢個異動位嘅咩啊？阻力啊，啱啱掂到差唔多係咪？然之後就咩啊？就開始回落啦。到嘅週五嘅時候又有一個反抽又係打到下緣呢個箱體又繼續下跌，所以整個一週嘅時間其實都係圍繞呢個異動位喺度咩啊？喺度震盪啊，喺度震盪。所以我哋俾嘅位置係非常之咩啊？精準而且關鍵嘅。啊，如果你能夠喺上週係咪把呢個位置能夠自己係咩啊？去跟足呢個策略去做嘅話，你一實唔會追高，因為基本上佢都冇突破係咪啊？所以你就知道呢個市係咩啊？屬於弱勢嘅啊。咁仲有我哋喺上次節目亦講到，我哋嘅資金啊喺上週嘅週五嘅時候就已經咩啊？流出啦，有冇？由紅色變綠色，出咗呢個頭頂信號係咪？所以呢個異動位嘅時候啊，佢之所以關鍵，又係因為佢資金已經係屬咩啊？第一天流出嘅，所以佢就屬於關鍵嘅 case。咁我哋講啦，只要資金持續流出，佢就會一直咩啊？震盪下跌調整。所以睇到雖然講週三呢個位置啊，陳成點解只係叫大家去做一個對沖，停不時平咗呢個淡倉去做好倉咧？原因在於佢下邊嘅資金在咩啊？在綠色流出嘅，所以呢個位置只係個反抽，亦即係拉高派貨嘅啊。所以你喺呢個位置追入，一追就跌咗啦啊。所以我哋做投資啊，唔好盲目，一定要有一個唔係明確嘅工具或者信號去幫助你去做決策，唔好靠自己去估下嘅啊。咁其次咧，我哋睇到喺週五嘅時候，佢出咗一個九轉嘅5，亦即係話變盤點係喺下週嘅咩啊？下週嘅週四啊，下週嘅週四係九轉嘅變盤點。而家下週嘅週四出咗九轉之後，低位冇跌穿，啊資金流入就會反彈一下。如果低位跌穿，資金繼續流出做咩？繼續會創新低啊！所以下週嘅週四比較關鍵，大家自己 mark 低啦啊！到時候冇講我冇講啊。其次再睇下恒指嘅週線圖啊，恒指嘅週線圖已經處嚴重嘅咩啊？超買啦啊！呢個位置睇有冇？超買，只不過超買未確認。你睇到如果佢呢條趨勢線啊跌穿呢條綠色線穿出嚟就確認啊資金流出，但係咧佢資金已經縮短啦，好明顯縮到咩啊？比較短啦啊！從前面啊一直行慢慢就縮短啦啊！你睇前面呢啲位置，如果明顯縮短嘅時候啊變成綠色，就會中期調整啊，一般3週以上，即係調多調少嘅問題。所以下週非常關鍵啊！如果下週啊週線資金由紅色變綠色，就代表中線點啊？中期要進行調整，所以呢個咧大家一定要咩啊？密切關注啊！我哋嘅指標。咁睇到呢度，覺得有幫助先俾個 like， 亦可以 share 俾朋友咧一齊學習。我哋再睇下關於美股嗰邊啊，美股同樣我哋喺上週嘅節目啊，亦俾咗呢個一個關鍵嘅位置啊，缺口嘅壓力和支撐嘅一個作用啊，嗰度我哋俾咗兩個位置，一係22339係咪？仲有一個係咩啊？22182啊！我上週仲叫大家特自己 mark 低嘅啊！我睇下今週嘅實際嘅表現情況啊！睇下今週咧週四啱好就係咩啊？最低就掂到22182，睇到冇？週四呢個位啱掂到啊！收市價啱就踩到咩啊？全面呢個位置啊，全面呢個缺口。所以點解佢喺週四一個
低開高走啊，收咗支假陽燭，原因係在於呢度有兩個咩啊？兩個支撐啊，所以今晚比較重要啊！如果今晚跌穿，可能下週會做咩啊？會繼續呢個下跌啊，所以今晚大家要睇下美股會唔會穿呢個2182，如果冇穿，下週就睇佢呢個位置是否企得穩，企得穩係咪？可能繼續反彈，企唔穩可能繼續回落，回落嘅話幅度可能比較深啦，到呢個支撐位就係21293到21370啦，所以從呢個22182到呢個位置咧，佢個空間係比較大嘅啊，所以大家要密切關注啊。如果呢個位置2182跌穿啊，一定要作咩啊？減倉啊，或者呢個賣出啊，你要特別你股票係咪高位追入去嘅啊，或者你股票升幅比較大嘅，咁你股票啊呢個高位出現咗咩啊？資金流出嘅，你都要注意啊。咁如何確認佢係真正呢個行情啊要往下走呢？啊，我哋講啦，要睇我哋呢個機構操盤線。咁呢條粉色線，我哋講下呢個係持股線，代表咩啊？睇升嘅，所以股價每次回調，只要佢能夠企得穩，係咪？呢條線啊都係咩啊？屬於短期調整邊度？打到佢止跌繼續升，打到佢止跌繼續升，打到佢止跌繼續升啊！咩時候代表行情結束咧？就係當呢條線粉色線啊一條線變成三條線嘅時候，邊度係咪？一條粉色線變成咗一條黃色、一條綠色、一條粉色，一變三嘅時候，咁就代表佢要調啦啊！所以佢目前資金已經開始咩？連續2天流出啦啊！如果佢再跌穿一線變三線，咁日線呢個就要做咩啊？調整啊！日線呢個調整啊就屬於中短期嘅啊。咁再睇下周線，咁呢個係納指嘅周線圖啊。納指嘅周線圖睇下，目前咧佢嘅資金同樣啊，亦開始慢慢咩啊？每一周都縮短嘅啊，但係佢仲未有變綠。如果佢變綠，係咪同樣啊？最少調整都係咩啊？3週以上啊，3週以上最少嘅啊。如果佢一線變三線嘅話，就咩啊？調嘅幅度就更大啦，或者調嘅時間就更長啊。所以呢個咧特別留意呢個周線啊，美國周線。如果美國周線調整啊，你就注意啦啊，呢個屬於風險相對比較大嘅。我哋再講下啲熱門股啊，中芯、阿里、騰訊啊、英偉達、特斯拉、蘋果。我哋先睇呢個中芯啊，咁呢啲股票我哋已經連續跟蹤咗差唔多有幾個月嘅時間啦啊。特別中芯係呢個半導體嘅龍頭啊，所以中芯屬於最近比較強勢啊。如果你能夠持續跟蹤我哋嘅影片，係咪？你知道啊，我當時喺呢個周線轉勢嘅時候就提示咗啦啊，呢個股票後面資金一直流入，咁股價咧一直咩啊拉升。目前已經到咗9轉嘅13個位置啦啊，已超買區，但係超買未有確認啊。呢條線穿一嚟嘅時候，資金流出就確認啊。目前咧佢仲未有穿出嚟，資金咧紅燭又係相對未有好明顯嘅縮短啊，所以中芯可能咩啊會繼續呢個往上攻，但係咧我哋唔喺呢啲位置去追高啦啊，記住啊呢啲位置冇去追高。而家喺低位買嘅可以繼續揸住啊，等到佢咩時候中期風險確認，你就沽咗佢啊。仲有呢個騰訊同樣，騰訊依家又係處於嚴重嘅超買，但係超買未確認啊。同樣又係等佢呢個穿實線穿出嚟，資金紅色變綠色，你就要咩啊？考慮去沽啦，因為佢依家處於9轉嘅位置，呢個喺度震盪啊，出咗9轉之後已經連續2週弱勢震盪啊。仲有呢個阿里巴巴嗱，阿里巴巴咧同樣我哋係佢喺佢咩時候啊？我哋提示過係突破呢個平台就機會啊，咁後面咧資金持續流入係咪？亦突破平台之後連續爆咗咩啊？4週啦啊，依家連續爆升，亦創咗佢前面嘅呢個新高啊，依家最高係177蚊啦。所以如果你能夠持續跟蹤我哋嘅呢個影片啊，你當時買咗呢個阿里巴巴係咪？咁呢個股票依家啊呢個股票啊你最少亦賺咗唔少啦啊，所以單睇我哋嘅影片你都能夠賺錢啊。同樣依家佢已經接近呢個超買區啊，如果後面到咗超買區之後啊，超買確認你就注意，目前咧就 OK 啊，
資金亦未有明顯嘅流出啊。咁仲有呢個英偉達啊，美股英偉達咧已經連續喺高位啊震盪咗有差唔多6、7週嘅時間啦啊，一直未有有效嘅突破啊，所以喺佢未有創出全面呢個新高之前啊，我哋最好就冇都係注意風險為主，因為佢依家在嚴重超賣，只不過等呢條出線穿出嚟啊，穿出嚟咁呢個就咩啊？超賣確認啊，所以英偉達啊，雖然講佢有比較多啲呢個 AI 嘅龍頭，但係咧我哋喺呢個位置冇去追高啊，我哋不如低買，譬如你喺呢個位置係咪？喺呢個資金大單流入嘅時候，你去低買冇問題啊，你喺度揸住，但到咗呢啲風險區啦，就冇去追高啊。仲有呢個特斯拉啊，特斯拉同樣，我哋喺當時喺呢個位置講到啊，呢個股票係咪？只要突破咁佢就咩啊？就有機會啊，因為佢周線資金一直係流入嘅啊，一直流入大單係咪？所以當時突破嘅時候我就提啦，呢個股票有機會後面咧連續咩啊？又爆升咗4週，咁依家到咗9轉個8，亦即係話下週就係9轉變盤啊。咁特斯拉就睇下週9轉會往呢個邊個方向去轉勢嗱，但佢目前周線資金咧就比較 OK 嘅，未有明顯嘅縮短啊，亦未到呢個超賣區，所以特斯拉可能仲會有機會衝一衝啊，但你冇去追高啊，因為已經接近全高嘅阻力啦。仲有呢個蘋果同樣啊，蘋果我哋係全面就提示啦，係咪？大單資金來嘅時候啊，我哋講到如果佢突破呢個平台就有機會，咁後面喺呢個位突破之後連續爆升啊，依家升咗八週啦啊，咁又係同樣，依家到咗9轉個8，下週就咩啊？9轉變盤啊，所以睇下週呢個蘋果可唔可以繼續呢個破頂？如果突破唔到係咪？到咗超賣區啊，你就注意下啊。但佢資金目前就 OK 啊。如果你低位入嘅，暫時可以繼續呢個揸住觀望啊。所以呢啲股票啊，都係我哋喺 YouTube 公開去持續跟蹤嘅。咁你呢啲股票你隨便喺低位跟住我哋呢個指標係咪去買，隨便買過，咁你都能夠咩啊？賺翻幾套系統嘅錢啦啊！隨便買過都能夠賺翻幾套系統嘅錢啊！所以呢啲唔係馬後炮係咪？係我哋每周影片都有更新有追蹤嘅。所以如果你能夠按足我哋嘅系統去做，咁賺錢咧絕對係冇問題嘅啊！所以如果你對我哋呢啲系統感興趣，呢啲指標感興趣嘅咧，可以聯繫助手去諮詢啊，最好就自己去購買安裝套使用啊！特別依家行情到咗比較關鍵嘅時候啊。咁我哋再次強調啊，聽晚呢個課程內容非常重要，我哋講埋選股啊。咁選股我哋要注意咧，我哋會重點去跟大家解決幾個問題啊。第一就係如何建立個人嘅股票池啊。第二就係長線價值呢個股票如何投資。第三就係如何提高你交易嘅勝算啊，選股嘅時機如何把握。咁呢啲問題咧，基本上每個投資者，特別係我哋散戶投資者啊，你都會有呢啲問題嘅。所以聽晚嘅課程啊，大家最好做咩啊？最好就去呢個參加啊。咁非會員只需要9.9美金就可以參加啦啊，所以呢個絕對超值嘅啊！平時如果真正收費嘅話，收呢1萬幾蚊錢，我哋覺得都係少嘅，係咪？咁依家只需要9.9美金就可以參加，呢個就俾我哋所有嘅致富影嘅咩啊？呢個粉絲朋友嘅福利啊，所以唔係為咗賺你9.9美金，係俾個福利俾你啊，去參加我哋嘅課程啊，俾你去重視。好啦，咁呢啲今期節目嘅內容啊，我哋聽晚直播咧，再跟大家作詳細嘅分享，我哋聽晚再見。